公子小姐10號高爾文高高啊！代表好贊食品公司參加本屆公子會小姐嘅選舉。好贊係香港既傳統又年輕活力嘅參茸海味連鎖品牌，多年嚟一直堅持為街坊鄰里遵選最優質嘅冬蟲夏草、鮑魚、花膠等等嘅滋補珍品。今日我就非常榮幸喺度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公司嘅王牌產品極品野生冬蟲夏草。我哋嘅蟲藻選自青藏高原，蟲體橫紋清晰可見，形狀飽滿肥大，聞落去有獨特嘅天然菌香味。每一條蟲草都經過多重嘅檢測，更加得到咗浸大嘅科研認證。我哋嘅品質遠超市場標準，適合長期通宵、體質虛弱嘅人士。好多顧客都反饋，連續食用我哋嘅蟲草，感冒都變少咗，體質都增強咗㗎。而我自己平時都好中意用蟲草嚟煲湯同埋燉甜品，食完皮膚同氣色都變得好紅潤，真係可以緩解疲勞、重拾活力。除此之外，我哋唔單止有極品嘅野生冬蟲夏草，我哋仲推出咗好多同冬蟲夏草相關嘅保健產品，蟲草膠囊、蟲草燕窩，滿足晒快節奏生活人士嘅養生需求，讓傳統養生變得更加輕鬆自在。好讚嘅每一件產品，從來都唔靠花邊浮誇嘅宣傳，我哋只講究真材實料，用最經濟嘅價格回饋消費者。而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通過參加本屆公子會小姐嘅選舉，可以繼續將用心選料、誠意經營、推廣產品嘅精神繼續傳遞落去，可以好似公子會舉辦初衷一樣，為每一位顧客都繼續帶來溫暖同埋最優質嘅產品。歡迎大家到公子會1B42到47攤位號嚟體驗好讚嘅中華人生智慧，支持我，支持好讚，多謝大家。